大家好，今日 Lala 行街睇樓，帶大家嚟到青衣長發邨，介紹一個以補地價，俗稱自由市場嘅公屋單位。青衣長發邨係1989年9月開始入伙，長發邨一共有4座，今日介紹嘅係競發樓。不如我先嚟講下樓下嘅配套啊！競發樓一落樓下，對面就係青衣市場。呢個係一個領展管理嘅市場，裏面有晒一般街市要揾要買到嘅嘢。而家就等我帶你哋行一個圈睇下。講完買嘢就到講下交通啦。行出啲就係巴士總站，巴士可以直接出到去旺角、荃灣，十分之方便。另外步行大約10分鐘左右就可以去到青衣站。呢度有港鐵東涌綫同埋機場快綫。好啦，介紹完配套就要介紹下呢個單位啦。Hello， 各位你好，今日 Lala 行街睇樓嚟到青衣長發邨競發樓，介紹一個出售嘅公屋單位。去片呢個單位有啲咩特點呢？點解會咁筍？就係業主做個全新嘅裝修，同埋呢個單位都算係青衣自由市場上車門檻最低嘅一個盤，適合一啲獨居或者係小家庭嘅人士。好啦，呢條片我就介紹到呢一度。其實長發邨都有好近青衣城1、2期㗎，都可以用埋1、2期嘅配套。你哋覺得呢個盤筍唔筍呢？歡迎留言話我知。下條片見，拜拜。